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唱会前诗《新灵粮诗选》。新灵粮诗选第2首。荣耀归于真神。我们请思琴给我们弹一次哦。新灵粮诗选第2首，荣耀归于真神。弹一次。你弹一次，从头弹一次。天上，他是名为人救罪受。
谢主，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让我们在风雨过后仍然得着心里的平静跟安稳。谢谢你施恩看顾，让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都在我们的当中。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家园跟他们的状况，所以我们能够在主日当中彼此的纪念。你施恩看顾，让我们受伤、受损害的地方、受损害的这些的土地、国家、百姓，我们都能够蒙恩。谢谢你，让我们尽快的恢复正常的运作。你的恩在我们的当中，祝福我们早上的崇拜，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所使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的救恩的，常说当尊上帝为大。会众，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特别在台风过后，虽然有一些灾损，但仍然不灭掉我们来到你面前的心，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道路，寻求你的真理。愿主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愿圣灵亲自引领我们，
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愿主看顾我们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诗歌敬拜，我们会众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荣耀归于真神》，在心灵粮食选第2首。Yeah.
本在诗篇的26篇，旧约的558页。诗篇的26篇，由我来起，会众来应。最后一节我们来一起念。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求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愿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居。我恨恶恶人的会，亦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生切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免去我。我们一起来。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一同来恭祷，为东南亚国家东帝汶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祷告，桃园卫理堂金美景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要为现今在战火国家中，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求主特别赐福家中仍有未信者的家庭，持续开启家中尚未认识耶稣的亲人们的心，让家人有机会能领受上帝的爱与真理，早日接受救恩。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刘启明弟兄。今日第一处经课在旧约圣经约伯记1章1节跟2章1到10节，在旧约圣经第491页。今日第一处经课在约伯记1章1节跟第2章1到10节，在旧约圣经491页。第1章1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第2章第1节，又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的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今日经课第二处在希伯来书1章1节到4节，还有第二章5节到12节，在旧约圣经240页。今日经课第二处在希伯来书1章1节到4节，还有2章5到12节，在新约圣经240页。希伯来书1章1节到4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2章5到12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叫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受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今天这是以上的经课。谢谢简明弟兄。读经由我来攻读，在马可福音的10章2节到16节，在新约的49页。
马可福音第10章第2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凡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是从太阳出来之地，全心来赞美你，诸天赞美。
谢谢诗班。正道，我们请陈伟文牧师，题目是耶稣的家庭事工。弟兄姐妹平安。像现在台风过后，特别讲平安这个词，应该大家的感受会更深刻。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台风当中，也许你的家里有受到一些的损失，或者是有一些的伤害。但是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台风过后，我们仍然可以有时间跟预备好来朝见主的面。我们能够来做礼拜，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今天家里面有事情的话，或许我们就很困难能够来到圣殿中来敬拜。所以，当我们能够来到圣殿中敬拜，表示我们的家里面还好，没有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经历风雨之后，我们仍然坚强，仍然平静跟安稳。所以古人常常讲这句话，就是天有不测的风云，那人也有旦夕的祸福。所以不管是我们可能也许天气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环境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随时会有一些人生上的一些的问题跟状况。但是无论任何的状况跟环境的当中，我们都相信上帝仍然掌权。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很多人在面对家园残破的时候，要重新的要恢复，或许有一些的困难，但是当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心里有力量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上帝的大能，使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是蛮有能力的。耶稣是复活的主，所以让我们可以在恢复的当中能够有能力。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风雨过后，我们的心仍然是平静安稳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在开车的当中，车子是摇晃的，所以其实他心里面很害怕。他是一个在安养中心里面工作的一个员工。他说他曾经看过很多尸体的解剖，他曾经看过很多老人家的生活的惨况，但是他居然会因为这个台风的这样的一个动摇，心里面也开始动摇，然后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我能够存活下来，不至于这个受伤，因为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送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掌握的。很多人会认为说，现在的科技进步了，现在的很多事情都已经进步了，我们很多事情似乎好像人可以掌控一切。事实上，人需要更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昨天我们在上这个义务传道的课程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提到了，在圣经里面的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的11章里面，耶稣特别提到这样的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很少有告诉我们说要怎么学耶稣，因为耶稣圣洁的主，我们无法达到他的标准。但是相对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可以学的不是能够达到耶稣那样的标准，而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跟温柔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跟温柔的人，在对待人事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特别在婚姻的当中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啊。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恋爱的时候跟结婚之后有什么差，知道吗？有没有看到这个男的帅，女的美，对不对？然后结完婚之后就两个人一起增长。好，所以各位知道
我们华人有句话讲叫做夫妻脸，知道吗？夫妻是会越来越像的。为什么？因为生活在一起，吃的东西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吃穿各方面都一样，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会因为在结婚之后有幸福肥，所以身体会渐渐的增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的当中不是只有身体的增长，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有其他的地方增长，那是更好的。比如说，我们的灵性上可以更加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健康上更加的增长；比如说，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跟技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增长，是更好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在体重上有增加，而是能够在我们的灵性上也能够有增加。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为了只是为了来跟对方有一起的生活，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好，往好的方向来走。所以婚姻其实是一个最好的神学院。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说，婚姻是最好的神学院，是让我们彼此来学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完美了。等你进到婚姻的当中，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再进步跟成长。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相当的有趣，是因为今天要讲的东西，也许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会提到这些，但是我们也常常忘记。所以各位要知道说，常常会提的东西，也是常常我们最忽略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应该是要去注意到的，但是我们常常是忘了它是什么。好，所以好的婚姻里面应该是两个人一致对外的，而不是去搞乱彼此对方的心。所以他这句话说，好的婚姻应该是两人一致对外，一起去搞定稀烂的世界，而不是在稀烂的世界里面搅乱彼此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一致对外，而不是彼此的成为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拦阻，或者是彼此成为彼此的一个阻碍。求主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的进步跟成长是更好的，而不是往那个负面的方向走。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对婚姻的一个观念跟想法是越来越淡薄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现在的世代里面，要维持住婚姻，其实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里面特别讲到耶稣的家庭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家庭事工不是只有包括在婚姻的当中，男女之间、夫妻之间，还包括在儿童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教养自己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功课，是怎么样能够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成长。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当家里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提出来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学习跟成长。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互相绕开，求进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互相的能够学习在婚姻当中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曾经有一个弟兄这样问我，他说："牧师，我看你很少生气啊。"因为我跟他讲说，其实我生气的时候是你看不到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在家里面是别人没有去看到的，但是你家里面的内人是最容易看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在婚姻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好的一个协调。各位知道在，我的出生是因为在南部，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俚语。各位知道有一句话讲叫做"牛调来恶牛母"，有听过这个话吗？牛棚的里面，牛只会什么？公牛只会对母牛凶。听得懂那个意思吗？牛调来恶牛母，就是公牛只会对那个母牛凶，它不会对外面。为什么？因为对外面都客客气气的，但是对自己的自己的太太，对自己的家人，有时候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论的部分，在圣经里面相当的有趣，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要来挑战耶稣。为什么他们要挑战耶稣？因为要来抓耶稣的话柄。
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有很多人来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早就已经有定见跟答案了，只是他要来看看你的回答是什么，然后来抓一抓你的画饼，然后来放大之后说，你看那个某某谁讲了什么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也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回答个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回答问题，而是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去回答一些的问题，以至于让人能够知道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身上抓到一些的画饼。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画饼会出现。我记得以前在马祖的时候，也许也是我的一个疏忽了哈，就是有那个马祖电台的一个记者来访问我，然后他问我对马祖人的一个观感。然后我就顺口讲了一句，我说，我觉得马祖人有点这个叫做言不由衷啊。结果这个人他就开始放大了，回去到处奉上，知道吗？那个电台叫奉上讨，知道吗？电台上面就开始讲了这个马祖的牧师说马祖人是这个言不由衷的，哇，惨了，你要收也收不回来了。我所谓的言不由衷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讲的跟心里面想的是不一样。然后有时候牧师去探访人的时候，邀请人家来教会聚会好，我会去。可是事实上他会来吗？不会来啊。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这个，结果这个记者他想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回答，并且他怎么样来教导他的门徒，教导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去看待婚姻。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经文第2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我们一起念来。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人休妻可不可以？圣经里面有没有可以休妻的地方？有。为什么？而且还是摩西特别的指定所以他们用这个话来挑战耶稣了。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申命记的24章的第1节。如果各位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来，或是看我们的 PPT 上面就有。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一起念来。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好，各位，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变成说，好像是同意的，好像是可以的，你任意的写了休书，就可以让人可以这样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圣经要读什么？上下文。对了。圣经要读上下文，请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看一下第2节的地方，《申命记》24章的第2节。你可以用这个手机也可以，但是请记得不要转到那个其他的游戏的地方啊。24章的第2节，好，我这边来念大家来听。第2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要有休妻的休书？知道为什么意思吗？因为过去古代的女人是在社会地位上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离开了夫家的时候，有可能你要再去嫁人的话，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需要有一个休书，是为了什么？是证明说这个太太并没有其他的瑕疵，在道德上或是品格上的瑕疵，而是因为夫家不喜欢，所以这一个姐妹她可以再去嫁给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或是圣经里面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情况。当然，现在的时代里面更需要谨慎跟小心这样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构成让对方可以离开的理由。在婚姻的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的东西，让人没有办法对婚姻产生一个稳定跟确定的感受。我记得我应该是这个状况里面的受害者之一了哈。以前在我的年代里面，在我念国小的时候，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已经40年前了。好，在我念小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一个班里面大概有40-50个同学，在班上里面，其实当时的离婚率是很低的。所以在我的那个年代里面，如果家里面有离婚，或是家里面有婚姻不和的情况的时候，通常都是成为那个时代的时候的叫做问题学生，或是叫做高关怀，或是叫做高风险的家庭。好，所以我就是当时被老师看为是高风险、高关怀、需要去关注的学生。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亲在那个时候离婚，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到学校去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对女性的那个就是贬低是很低的。我记得我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妈妈会在我的身边告诉我说，到学校去千万不要告诉人家你没有爸爸哦。你知道那个感受是什么？就是好像感觉上在传统的家庭或是在传统的时代里面，其实是没有就是离婚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会让一个女人会觉得她抬不起头来。然而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并不是要去打压或者是去贬低女性，而是让女性能够有出路。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圣经，以为说圣经里面都是在讲对男人有利的一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讲对女性的一个保护跟保障。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第7节的地方，耶稣讲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要来挑战耶稣。他说，这个写休书是可以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因为2个人应该是要一体的。夫妻2人是成为一体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有一个弟兄，他去跟朋友这个应酬完之后，他就回家，然后他跟朋友说我要回家去洗衣服，要回家做家事。好，那这个朋友就很讶异，他说：“你是要回去帮你的太太吗？你太太不是在家里面，她可以做家事啊。”这个弟兄他就跟他的朋友讲说：“其实不管我有没有结婚，我都应该要为我自己负责任，做家事。所以不是因为我太太在家，所以所有的家事都是给她的。我需要回家也要做这些的事情，不是帮忙，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说，这个东西、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家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在做，而是我也应该要去参与的。华人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对女性的贬低，所以各位知道，在孔老夫子的时代里面就讲过说什么君子远庖厨，对不对？好，在更早期的时候是根本男生是不需要去做家事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女生在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一体？什么叫做一体？一体就是不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是我们一起的。一体是2个人一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家事不是只有某一个人的，家事应该是2个人一起的。特别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需要2个人成为一体，去完成很多的事情。这里也让大家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概念，就是2人成为一体。各位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3位一体的上帝，意思是这3位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联系是一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当中2个人也是一体的。对方的感受你要能够知道，对方的想法你要能够晓得，对方的心情你要能够知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回到家庭的当中，看到上帝对家庭的心意。上帝透过婚姻、透过家庭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个人。所以圣经里面，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透过婚姻来祝福我们所有的人。所以婚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能够成为彼此的伴侣。
成为彼此的祝福，成为彼此的伴侣，以至于我们不是只有各过各的，是每一个人要成为对方的好伴侣，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最近我听到有一句话蛮有趣，也蛮扎心，但是也蛮有道理的。各位知道，有一个人叫毛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是疯子，所有世上的人都要让着你；但是如果你觉得所有人都要让着你，那么你就是一个疯子。这样能够听得懂意思吗？如果你觉得所有的人都要让着你，那么你就是一个疯子。那你如果你是一个疯子的话，那当然所有的人都会让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家里其实也是一样，千万不要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要让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婚姻当中是要希望家人都听我的，家人都接受我的，或是家人都接受我的安排。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当上帝的角色。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当人想要像上帝一样的时候，就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去听谁的，而是要彼此成为一个好的伴侣。所以耶稣提醒这些的门徒，告诉这些的跟随者这些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原意。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念来。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2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夫妻不再是2个人，而是一体的，不是各过各的，而是一体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体的，不是个别的，是一体的。当然有个别的生活，当然你会有个别的自由，你会去做一些的事情，但是2个人是常常能够合在一起，常常能够彼此有交通有来往，而不是越离越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婚姻的路上，在家庭的路上，我们能够看到那样的一个重要性。彼此的相合，彼此的相爱，在教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在家庭当中更是不容易的。所以马太福音所有的福音书里面都提到，不可以这样的一个分开。他说夫妻2人乃是一体的，所以上帝配合的人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其实也一样。所以我们教会里很看重家庭的事工，我们有一个家庭事工的执事。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不断的要常常提醒这些事情，并不是2个人相处在一起，不是团体在一起，我们都不会吵架，都不会有事情，并不是这样。在家庭当中，即使是2个人吵架，仍然能够一辈子。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能够吵架之后还能够一起的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家庭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顺服。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样，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话，说对不起，并不是为了对错，而是为了关系。在家里面需要常常去提到这样的事情，说对不起。不是为了对错，而是为了关系。保罗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讲得更清楚，他说：凡事不要亏欠人，唯有爱心要常以为亏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面常常觉得我亏欠我的太太，我亏欠我的丈夫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凡事不要亏欠人，但是爱要常以为亏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在家里面去说对不起，不是只有我爱你，还有对不起，让我们能够跟对方有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关系在这当中。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当中，2个人的关系不是只是一个叫做婚约的关系，那个婚约的关系更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各位知道盟约是什么样的意思，知道吗？盟约的意思不是说只有对方达得到那个条件，我才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通跟来往。盟约的意思是，即使他达不到那个标准，他做不到那样的事情，
我仍然要这样去做，去帮助他，去爱他，去关心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条件。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才叫做盟约。在婚姻当中是有盟约的，即使对方不见得身体状况好，即使对方不见得都是壮如山或者美如水这类似像这样，但是仍然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去离弃对方。我很喜欢看电影所以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我很喜欢看电影，现在也很喜欢看。有一部电影，我想应该大家这几天过后应该就会很有感受的。有一部电影叫做《明天过后》，有听过这个电影吗？好，各位知道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在那个美国的中央图书馆里面，他困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打了电话回去给他的父亲，告诉他的父亲说：“爸爸，我现在人在这个中央图书馆里面。”这个父亲就告诉他说：“你要留在那个地方，你要留在那里，不要走，我会过去找你。我会过去找你。”这个孩子他留在那个地方，跟他的同伴在一起，还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但是风雪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很多人纷纷觉得，哎，这里不安全，我们应该要离开了。你知道，要能够持守住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走了，剩下他怎么办？只有他跟他的同伴在一起。然而他跟他的同伴这样说：“我相信我的爸爸会来的。”这个父亲当他要动身要去救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的同伴这样跟他说：“你确定你过去的时候，你的儿子还在吗？你的孩子还会在那里吗？你为什么要花这一段路程，花这个时间去救他呢？”这个父亲这样说：“即使他不在了，即使他离开世界了，我仍然要过去找他。”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叫盟约。盟约的意思不是他一定做得到什么，但是我仍然要去达成我的承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跟人也是这样的关系。上帝跟人建立的不是一个你要有条件性的来跟上帝，而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盟约，即使我们人达不到他的标准，他仍然是爱我们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条件，而是上帝这样的爱我们。虽然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他仍然是这样的爱我们。愿主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也许有一天，夫妻当中有一方老了、累了，或甚至身体不能动了的时候，另外一方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放弃了他。所以各位知道，在每次在主持婚礼的时候，从我来荣光堂到现在，大概主持了将近10场以上的婚礼了。每次在询问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再一次的立约，再一次的确认，跟再一次的确定，就是你是否愿意在对方，无论他健康、疾病，或是贫穷、富足，你都愿意爱他、保护他、尊荣他、专一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盟约。即使对方达不到那个标准，对方没有办法有那个状态，但是我仍然能够爱他。所以是盟约。除了我们在对孩子的盟约以外，夫妻之间也是一个盟约的。所以婚姻的生活是建立在彼此的承诺、彼此的委身，而不是只有建立在感觉上。很多人现在只有追求感觉，感觉对了才是对了。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是不能够凭感觉的。曾经有人问我说，这个要来上这个婚前辅导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要结婚我曾对一对年轻人这样问，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们就说，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啊。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你觉得这个爱可以撑多久的时间？这个爱可以撑多久的时间？好，我就跟他们挑战了这个话，我说，你知道1年爱20个男人，跟爱一个男人20年是有差的，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你可以不断的换对象，不断的换喜欢的人，1年爱20个男生，跟爱一个男人20年、30年、40年，甚至50年，如果身体健康都还好的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不是只有在感觉上，不是感觉，而是彼此的承诺跟委身。有一天，刚刚讲了，再壮的山都会走山了，再美的水有时候都会变成浑浊的水。但是我们是否还能够这样的去看待对方是美好的？好，所以这里有一段话蛮好的，他说 ：“A power couples is a praying couples。”能够有能力的夫妻，是因为有祷告在这当中。所以，当我们在婚姻当中，你要维持婚姻，不是靠着我能够，我可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承诺往往是会达不到的。只有常常彼此的维系、跟关心、跟祷告，一起的祷告，这样的一个婚姻状态才是有力量的。如果没有祷告，在婚姻当中要维系是相当困难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婚姻当中，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祷告来维系。当然，家庭当中除了夫妻的关系以外，另外还有小朋友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也碰到了有很多人要来找耶稣，包括有人带着小朋友要来找耶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样来做教育的事工，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儿童的事工。我们来看一下1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场景。耶稣走在路上，他也许很忙碌，他要去医治人，他要去讲道，他要去做这些的服事。那有人就带着孩子来，要来找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骂那些人：“你没看到老师很忙吗？你没有看到牧师是很忙碌的吗？为什么把你的孩子带来这边来叨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谁没有空，或者是谁不应该去打扰他。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常常做这件事情，耶稣随时有空对孩子们。耶稣喜爱小孩，我们常常在主日学里面常常讲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有看到耶稣喜爱小孩吗？还是我们常常拦阻了孩子们到上帝的面前来？我所谓的拦阻，不见得是像门徒的这个事情一样。各位知道有一些拦阻是什么？小朋友要去补习比较重要，不要来教会了。这个家里面忙得要死，小朋友不要去教会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拦阻是这样，我们不愿意让孩子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愿意让孩子们来亲近神，因为我觉得有比亲近神更重要的事情，补习比较重要。那考上这个雄中，考上雄女比较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成为那个拦阻的那个人？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因为你的拦阻而没有办法来亲近神？我信主的时候是在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除了教会有带我去，有弟兄姐妹带我去以外，另外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因为她帮我外推了，她帮我推出去。她说你要去跟这些人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去有团体的生活。其实在青春期的孩子是很别扭的，其实不太希望跟太多人甚至不认识的人接近的。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母亲就是做一个踹一脚出去的工作。所以各位知道，其实把孩子踹出去是需要的，让他出去，去离开那个舒适圈，去离开那个他喜欢在的那个漫画堆里面，或者是这个网络堆里面，让他能够推出去去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人事物。我们来看一下14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因为孩子们到他面前来叨扰他，他生气，没有。耶稣反而是生气那些干扰的人，生气那些拦阻的人，对他们生气。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孩子们喜欢来到教会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营造一个让小孩子喜欢来教会里面亲近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能够来这边做礼拜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亲，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儿童主日学那边接受教导，你能够在这边好好的做礼拜，是因为有这些老师们，他们在那里为你的孩子服侍，他们在服侍我们当中的孩子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为儿童主日学祷告，要为老师祷告，因为他们在服侍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把上帝的话听进去。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走在合宜的路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们在看我们的榜样。如果今天我们送孩子去儿童主日学，然后我们就跑掉了，我们没有做礼拜，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去吃东西、喝饮料，去这个谈天说地，而不是来敬拜神。那么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会这样，主日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他就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外面比做礼拜好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在做礼拜的当中让孩子们看到那个做礼拜的重要性的话，有一天孩子们会离开的。好，所以耶稣抱着这些孩子们，16节，我们来看一下16节哈，一起念来。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来接受祝福。不是只有牧师为他们祝福，我很希望大家把孩子们带到牧师面前来祝福。但是我更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当中成熟的大人，我们如果当中是成熟的同工，请我们也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祝福。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跟我这样分享，他说他在教主日学的时候，要下课的时候，他会抱着每一个孩子，为每一个孩子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主日学的孩子们都看为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更亲近上帝。所以，这个张文亮教授他曾经讲这样，他说：父母对孩子最佳的信仰教育，是从尊重上帝的仆人开始。当我们愿意能够把主日看为是重要的事，来做礼拜是一件重要的事，来得到上帝祝福是重要的事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才会去注意到，能够得到这个信仰是蒙福的，是我喜欢、我愿意的。所以父母亲对孩子们的信仰最好的教育，是从尊重上帝的仆人开始。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能够来看到做礼拜的重要性。我们来亲近上帝，是一件在一个礼拜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父母亲不只在言语上要敬虔，并且在生活上也有敬虔的榜样，让孩子们能够看见。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孩子们能够来到教会里，他很自然的就知道要来到教会当中敬拜上帝。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在和睦中，婚姻家庭才能够得到祝福。所以怎么样让家庭当中有和睦，这是一件我们需要去追求的事情。所以刚刚提到了，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家里面不会有问题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大小声的时候，但是我们总知道有方法可以解决。我常常很喜欢这句话，就是上帝是解决问题的上帝。人也许会制造问题，人也许会制造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是解决问题的上帝。所以永远有方法可以解决，永远有方法可以去处理。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基督徒我们常常需要做一个事情，是上帝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上帝一定可以解决我的家庭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的孩子的教养问题，可以解决我的家庭所有的问题。在和睦中，家庭就得到祝福。所以家庭好像一个小小的国家一样，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当然刚刚提到了，不是一辈子不吵架，但是即使是吵架，仍然可以过一辈子，仍然可以继续的生活，可以继续的能够彼此相爱下去。不是对方一定要多好，而是我们仍然能够彼此的包容跟接纳。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家庭的心意，不是只有要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来跟随主的话，能够来建立家庭。所以家庭里面，除了我们要营造快乐的气氛，请让上帝成为家庭当中的主。所以耶稣是我家的主，不是只有挂在匾额上，希望他真的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主。第二个，在关爱中，夫妻的双方就得到祝福。所以千万不要是觉得好像结婚之后还是各过各的，还是自己自我中心。在关爱的当中，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去看到另外一位的需要，不是只有我要什么，而是去看到对方要什么。在关爱当中，彼此就得祝福。一个敬虔的配偶，不是只有关心两个人的关系，而是我们也要关心对方跟上帝的关系。我跟师母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有一起祷告的时间，虽然我们的祷告不一定很长很久，但是我们会为彼此来祝福，为彼此祷告，希望我们可以能够来祝福对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家人祝福祷告，每一天为你的家人祝福祷告，让你的家人能够从你那里领受祝福。先生为太太祷告，太太为先生祷告，让家庭当中彼此有和睦在这当中。所以婚姻不是去找一个跟你性格相合的人，而是一个可以跟你一起被神来变化的人，可以在灵性上跟你一起成长的人。所以不是只有找一个叫做个性相合就好，让两个人一起来被上帝来改变，两个人一起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让耶稣来真正做家里的主，彼此努力成为家庭的祝福。所以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特别跟我们提到，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也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家庭的合一成为首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开始关心我们的儿童，我们的下一代。信仰的传承不是只有到我们这一代，而是继续的传承下去。约书亚说：“我和我的家，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约书亚要讲这个话？因为他知道他影响不了其他人，但是他说：“至少我跟我的家庭，我们能够来跟随主。”但是各位知道，现在连我们要讲这个话都很困难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不见得就愿意跟随我们了。所以继续的努力，让我们能够为孩子们祷告，我们的信仰可以传承在家庭的里面。也许我们影响不了别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影响自己的家庭。所以如果你要教导有关孩子、有关神的事情的话，我们自己要先认识上帝，不是只有要求孩子们来主日学，让我们自己也常常能够来学习主的话语。特别我们在主日后都有成人主日学，所以不要只有让孩子们参加主日学，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来上主日学，能够来学习更多，来领受上帝的话。所以上帝掌管我们的婚姻家庭，不但是掌管夫妻关系，也掌管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家里面有耶稣来做主，不是只有挂在匾额上，而是能够真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把教会带到家庭里面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能够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群组上或是你看到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希望在今年的当中，我们至少1个月在家里面可以有1次的一个家庭的礼拜。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今年的教会的目标，希望我们能够把教会的信仰带到家庭的里面。当然是很难的、很漫长的路，但是试试看，总给上帝有机会让他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被神来得着。愿主来带领我们，就像风雨一样，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风雨，但是我们知道，当风雨过后，我们仍然会更加的成长。家庭不是不吵架的地方，而是吵了架还能够一辈子。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能够维持家庭当中这样的美好，确实不容易。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愿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聪明，从你那里来的能力，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健康跟成长，让夫妻的关系更加的成长，让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更加的成长。愿你带领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夫妻当中有困难的，让我们不怕去寻求帮助，让我们从你那里来得着帮助，也能够寻找到合适的人来做好的指导，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关心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年纪幼小的时候就能够认识上帝，到长大都不忘记。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陈牧师。回应诗歌与主合一，在心灵粮食选的300首第一段，请会众一同起立。请坐。圣餐，我们请陈牧师。弟兄姐妹，我们卫理会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圣餐主日。那每一次在圣餐主日的时候，求主都给我们有预备心，能够来省察自己。我们如果没有省察自己，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提醒牧师说，给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一点时间来安静跟思想自己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预备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开始来思想，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有哪些地方需要重新调整跟悔改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自己没有完美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自己，我们在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有没有得罪上帝，或者是得罪人的地方。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思想我们自己需要在上帝面前重新的认罪反省跟悔改。当然牧师也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牧师也是人，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不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反省。我们都有过犯得罪主，但是上帝永远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让上帝在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是极其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这是一个机会，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来。不是他要改变你的生命，而是让耶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让耶稣成为你的价值，让耶稣成为你一切的丰富。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
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让我们来交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通常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打开来，然后把饼拿上来剥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有人提醒说，牧师你话讲太多了，怕口水喷在上面哈。好，所以放心，我们很安全的，没有问题，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我们的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
弟兄姐妹，我们的年轻人会帮大家喷上酒精哈，所以我们都是很安全的。期待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状态下，我们可以来领受圣餐。4楼会下，4楼会下。我们2楼是谁？好，没问题。好，就先领啊。手套。好，手套先套。对。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有艺人去，对。先给你，先给你。依然的信仰，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自己，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圣桌前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饼沾了杯之后，我们就可以马上来使用。让我们能够吃了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座位上，让我们重新的反省跟思想，让我们为家人祝福祷告，期待我们的家人能够更多来认识上帝。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已经信了主，那么请我们能够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来领实体的圣餐，但是我们心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跟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来到主的圣桌前，谦卑的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圣餐的时刻，我们重新的有反省跟思想。如果你等下拿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掉了的话，没有关系哈，不要从地上捡起来吃，好吗？请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就让发圣餐的同工为你再准备一份不用担心就是掉在地上。即使掉在地上，我们会做处理，没有问题。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来领这个饼跟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让我们领受之后，我们能够有生命的调整跟改变。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4楼上的弟兄姐妹也请能够来到3楼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体的，所以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楼层敬拜，让我们都能够用同一个饼，领同一个杯，能够在这边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请你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里面来领受这个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掉了，不用担心，我们会再给你一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还有没有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领受圣餐之后，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丰盛里面。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救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的圣餐礼到这里。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与主合一。心灵粮食选300首的第2段。我与主同病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乃已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会众请坐，请司献的同工至台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生活的所需，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我们一同起立。凡我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
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吗？好，那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再起立拱手问安。大家请坐。来报告事项。欢迎第一次来到本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平安喜乐。本周主日为10月份的第一主日祭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成主后，201教室12点40分将召开10月份小组长会议。1点40分执事会议，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10月10号星期四国庆日当天办公室休假1天，请注意会堂开放时间。晚上周四祷告会将暂停1次，请弟兄姐妹知悉。教会将于圣诞主日12月22预备受洗及转入礼，有意愿受洗及加入本会或转会及入本会者，请向办公室报名。牧师将开3个班，于10月12上午和下午，还有10月13主日崇拜后上洗礼前的课程及认识本会的课程。教会将提名新任执事，请为提名委员会提名2025新任执事来代祷，求主赐下合用的仆人管家。教会将于11月17星期日举办郊外礼拜，地点在玉井的加利利祈祷院。当天上午教会礼拜将挪至户外礼拜地点，欢迎邀请新朋友参加。那成人的费用是400元，国小以下的儿童是200元，交通费用及场地费全由教会来负担。鼓励弟兄姐妹尽量搭乘游览车前行，让外出的时间能够一致。即日起开始报名到10月31，并欢迎户外礼拜的代祷及奉献。教会征召平日下午值班的义工，有意愿参加成为教会义工的弟兄姐妹，欢迎向办公室来登记时间。
为本堂青年张淑宇弟兄及廖宣文姐妹，将于10月26星期六的上午，在本堂举行结婚典礼，请为新人祝贺及代祷。卫理公会总会将建造宣教大楼作为宗派宣教用途及办公室空间使用，邀请弟兄姐妹为总会宣教大楼来捐款奉献，奉献可抵扣报税。请为总会宣教大楼有更好的宣教使用来代祷，为教会守望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4的晚上7点30分的查经祷告会。有关韩国釜山大邱5日游的行程，晨主结束后，有报名的弟兄姐妹，在205教室12点40分有第一次的行前会议，会讨论与行程相关的事宜。那有意愿参加单位还没报名的，也可以参加了解一下。有任何问题可以请教赵少文弟兄。那诗歌赏析的部分，一样在3楼这边，成人组织选。好，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弟兄姐妹，牧师这边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我们10月26号要结婚的这一对新人，可能大家还不太认识。刚刚我们这一排收奉献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准新郎哈。那准新娘在楼上4楼的地方啊。那期待我们能够在10月26号那一天，不要一直往后看，他没有在，现在没有在这边哈。然后10月26号那一天，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来更多的参与了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教会里面的婚礼。那因为我们1年当中不容易能够有这个婚礼的进行。那但是告诉大家更好的讯息就是明年初还有一个婚礼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婚礼的举办越来越多，上帝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好，那我们也为我们的11月17号的户外礼拜祷告。那请大家多邀请新朋友来参加。那所有的费用的部分就是请大家注意上面的一个安排。那现在就可以报名如果要团体报名的话，就是请小组这边收好，然后直接跟这个办公室。那如果个别的话，请直接找办公室的干事来报名，让我们的干事能够尽快来做这些的处理。好，那这个我们的受洗课程10月12号是我们的第一次的上课，还有13号也是哈。那所以请我们要预备要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时间上请各位能够挑一下时间，能够来上课的时间。但是这已经是牧师最客制化的时间了哈，所以不要再挑了，我没有办法要在其他的时间了所以请大家这几个时间，请大家可以来选择来上课。好，那但是这个是第一次的上课是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后续会有6到8堂课的时间所以不是只有那一天上课那所以请大家能够来记得我们要上的受洗课程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如果是转入的弟兄姐妹，就只要来上这个第1堂课就可以。这是我们以上的报告，谢谢。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将家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在家庭当中成为家庭的好同工、好同伴，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跟恩典，也让
家庭，透过家庭来祝福更多的人，让每个家庭都喜乐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殿乐。